근데 독산에 예와다 예다 가서봐 단지 됐어 그때 너는 콜와다 냐데 용소 그때니 용수 도 봐라 所以呢，上等的供养对象就是诸佛菩萨，中等的呢对象就是六道当中的人道有情跟天神，再来呢下等的就是像地狱道众生这些三个道有情。总而言之，你所布施跟供养的对象是包括在轮回跟涅槃当中的一切，一切事物。 근데 찹토버케 근데 노용수가 들어오르사 알아? 근데 차다 그게나 차차 내가 나게 늦어도 오만나서 뭐 공기나 소수가리 너봐 얘네야 근데 그 너봐 그보다 좋네 观想的这个身躯所转变的甘露，它成为各式各样的供养，包括了色、声、香味、触等的5种妙欲的供养，或者是对方如果喜欢血肉的话，它就转变成为血肉的布施；如果对方喜欢像是牛奶啊、清净洁净的甘露的话呢，它就变成牛奶更洁净的甘露。随着对方的需要，它就能够相应的提供所需。 소소의 그거 노용 그보다서 그냥 가게 인식의 이거는 레인도 그거 많이 봐 소수 그 뭐나 근데 정설 때 봐나지 소수 그 너나 본쇼 그 너나 가래 그거 얘나 노용수 저러서 돼 내가 나게 한대 드실 그 너나 가래 그거는 소수 그 너나 다가랑 되네 정설 때 봐나지 그랑 봐 너비 연대 그 그보다 좋네 当你在观想的甘露成为能够满足一切所愿的五妙欲的供养或者布施物的时候，并不是说他有跟像你所讨的时候，你才回应这些众生的需求，而是你自己以神变以观想的幻化的力量，就变出这些能够满足一切所愿的供品。 아니 소수 그 산도 봐얘나 사 통도 봐얘나 통 다가 나이 그 그래서 봐 농쪽 뭐 가래시 삼바얘네야 삼만 대미 흔들 거 보세는 롱제 再来呢是对方他如果想要吃的话呢，这个就变成他能够吃的；他想喝的话呢，就变成喝的；他想要从中获得种种享受的话呢，这个甘露也转变成为提供他享受的来源。总而言之，它就成为了一个不需要不费劲就能够展现出无穷无尽的广大供养跟布施。 아니 디 롱제 그 롱제 바디 다 해지지 대화 나오거라 나지 나도 해지지 대화 아니 대화 첨부 동이 공대가 디가 대화 첨부도 냠스 냠네 나오카다 냠바 단에 사미가다 다리 산제의 산지 수마도 사미제 대화한테 감성 코로 생진 예다 탐지 린지 이신냠 냠스 냠의 점세나 때네 타바 사지 주고 뭐 톱송 삼벌로 观想着透过这样子的广大供养跟布施的力量，让一切受供者、受布施的对象能够产生具生大乐。我们会用具生大乐这个词，基本上讲的就是对空性的直接的体验。观想透过供养诸佛菩萨、上供诸佛菩萨，让诸佛菩萨内心当中产生无漏大乐。 透过这个甘露布施给六道众生，使六道众生的内心相续当中的具生大乐也得以启发，如此就能够成就解脱跟一切智。대인들이 내가 오시오. 나랑 그 샘데去演的太美，去演的也没得送，如果能讨论下的就是。 사제다 고대 타마 그 너번 거 가라 이마 대라 다 저는 코서 롱제도 되는데 대제다 네 사제 주고 뭐 톱송 삼을 로마도 현단 드라마다 강연 공부 막 뒤중신에 되네 되네 빼답 되온다 이렇게 통도 所以呢，这一套观想法是非常简单的。首先，你的心跟法界相契合，然后呢，你的身体垮掉，它变成了甘露。这个甘露呢，就提供给轮回跟涅槃的一切对象，也就是诸佛菩萨跟六道众生。再来呢，透过这样子的供养跟布施，使得一切众都成就了佛陀的果位，就这么简单。你其他的东西都不要想。我因为这个
内容非常的简略的缘故，所以我说它是一个非常简便的修法。这当的呢，就这个推的是那lantai to so chor den den sho pa de ni shikso song su ni shikso si ni chowa de go ri yo ri yene an de chor den den sho ma ri pa shikso ren go ma ri koran hu de zung zung na yi rang yi ji a sha song ro 一般的施身法仪轨当中，都会有所谓要迎请宾客，迎请这些鬼神跟诸佛降临之后呢，在供养布施完之后，要请他们回去，有这样子的修法。在这边根本也不用请，也不用请他们来，也不用请他们回去，你只管想着透过神变的力量、幻化的力量，就产生了这一切供养跟布施，这样就可以了。 ane tu jun lo jun gong ne ga so la da ji dan du ji se la gong yang ma bo yo yene yan de zo de ne rang ge mu ba ke pa le bo de ne che ji se ya bu jun se la de ne de zu go yang ge yo ma di jun se la de ne de wang ma to ba ge gong nan这个 同样的，在其他的施身法仪轨当中，关于本尊的修法也有比较繁复的细节，包括了自身本尊、对身本尊等的这些修法。那么在这边呢，完全是透过自己的观想，把自己的身体给提供出去、供养出去。所以呢，即使你没有得到灌顶，因为也没有去观修本尊的缘故，所以你根本没有得到这个灌顶，也可以这样的观想。 네 얘네야 되네 텔은 내가 지겨를 추탕 제 샘당 샘 뚱이 임백에 고아 요고야 때 뱀무시 가지 모르다 내가 不过在这边有一个窍门，这个窍门就是要了解万法唯心，而心性本空。 이 좀세나 되네 낸디 그때네 맹라 네 따원 느껴 따와 그 지스 거 거니 그 제세야 해리是吧这里 所以，我可以给这样子的略修法取一个名字，就叫做见解的施身法，就是它是基于见地而观修施身法的法门。 아니 다티 류진 도두도 셔터서 所以呢，实修方面的第一个部分，简略的施身法门已经跟大家介绍完毕。 아 되네 검남 이바 되네 세모 중 답대 쇼미 再来呢，第二个是观空性，也就是如何保任心性。 되네 느스그 티에 게 되네 사친다 적친 뜻이나 로라 빼야고야 关于如何保任内心本性的法门方面，在大圆满跟大手印的教法当中讲得非常的好。 그러나 이게 되네 조제 마제게 가슴치 몰라서 그 조제 티에 뜻이나 로라야 빼야고 同样的，马吉拉尊他的教戒集当中也有非常精辟关于保任心性的开示。 아티 네 되네 단 영보라고 돼 쉬야마도 가서 두수 고랑 유차서 두수 문제를 不过只能够把其中的精华跟大家提一下，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超过了。 되네 대 나랑라 되네 공당 대 드리식시 그래 안돼 사원점이다 충충시마도 다 참아다 드셔야 두수 문제 所以呢，我只能够从这个禅修的内容当中稍微分享一点点，因为根本内容太多了，没办法全讲。 지난 검잡은 내가 없어라 되네 로차 냔도 시다 로도 가리세네 제발 요 말해 되네 얘네야 당보 검잡에 있어서 독당 약고 쓰이 거야 대 가르치 뭐 当然一般讲到禅修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讲究，不过不论如何，很重要的一个是你的姿势要很有讲究的。 되네 강의세나 되네 다다 남시당 샘이 냠든지 남시당 샘이 냠든지 다들 매가세 초만 대화 나긴데 대사도 되네 롱대 되네 자나노니 조야 자대 르르빈도 야 首先你要知道的是，我们的心事以及我们的心的本性，它就像是水跟牛奶混在一起不可分割一样，它是在一体的。而心事的运载心事的这个具体的事物，就是体内的气，我们也称为风。而
气在什么样的地方流动呢？在身体的脉里面流动，而脉就存在于身体当中。你咋的累了点的，累的当要不些马恰，咋的要不恰个嘛的，咋的要不马恰呢？你南西个是呢，生个来个来当的要不恰个嘛。因为有这样层层递进的关系，所以如果你的身体没办法做正的话，那么你的脉也没办法保持在一个好的状态。那脉是体内的气运行的管道，那如果脉本身不正的话，气它也不能够很好的运行，那就会影响到你的心也不能够很好的运作。本呢，俺就没那么个上瘾哈，蛮高些个，咋那个来当了点的，你就话听不了的。比方说我们在睡眠时有许多各式的梦境，基本上这些梦境都跟我们体内的脉它的状况是有关的。你的当要不得，你的当要不得，差不多几套了的呢。但俺说神经有没就算了的呢，样的要不是那么多，要不是解决的，样的都加一些解决的，这七八个要嘛的，看到那么多些解用是吧？所以首先你在禅修的时候要好好的坐正，再来呢，由于我们是有情，所以必然会有各式各样的念头，不管这个念头是好的、坏的，它就是会发生。那么多的真的吧，第几是叫嘛下巴噻？巴萨的那么多人噻，那么多人跟我了对吧人呢？什噻呀？都可能当我的外面的啊，那些是文字噻呀没吧？对的，文字文中的这哇些的，叫做的。所以，当念头起来的时候，你不要随着它转，你要做的是什么呢？你只是看着念头本身，看着它的本质，因为心的本性是非物质法，它没有实质本性，它没有实质性，所以我们称它的本性是不可掌握的，无法捉摸的。第一个的呢，生蛋、文章的、文松的这哇强路了。第二个现在就把了没样呢，样不着呢。大家让到那的把第生活的呢，中华是那的，公家把的样把它送下来。所以在这样子坐正的情况下，你仅仅只是看着看着念头的本身，由于念头这个心的本体它是不可捉摸的非实质性，所以当你看着它的时候，你仅仅只是看着它，那么你就离于了分别念的能够带你分心的那个状态，在这样子状态之下，仅仅只保持着这样的状态，那么我们就称它叫做保任心性。马这个中间把身体，你怎么他们接得着啊？你怎么干样的吧？你怎么他们接得着啊？生武松的着啊？第我了，第一个武松的着啊？然后西北跟俺个那把的，我呢公家呀个他们也许的也把送下来。马杰拉尊他曾经说过，当你直视心的本质，发现它是不可被掌握、不可捉摸的，而在这样子离于一切能够被直取的、无有任何执着的境界当中，你只是待着在那样子当中，你就回到了心的原始本性。这个就是所有禅修当中最好的禅修。第一生活中啊是呀，的操我怎么修呢？当然说吧，娘那个女模的修而已。所以这个就是实修当中的第二个主题，简单的说一下如何保任心性的介绍。再来呢，讲第三个主题就是实修的精要。第一个女模的去趟去台北吃吧买吧，东西也嘛，甚至一趟去他们让人就东海来台湾到那个年纪都老远吧他。俺那个就那两道有的街啊的。进俺切学的那么一的，那么了，台把他木头的，但东尼到过大瓦生进了，人家那么了木头的送报的，俺切学的也把马杰拉东西烧下来。马杰拉尊他曾经讲过，所谓的断法的精华就在于三件事情，第一个是了悟一切事物并无真实性，它是性空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
不离悲心，也就是了知所有的众生都曾做过自己的父母，所以愿他们能够远离痛苦，有这样子的悲心，而且恒时不离如此的悲心，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当我在修行过程当中产生了一些体验跟了悟，这些功德加持的来源是自己的上师，所以恒时要对上师怀有恭敬跟虔诚之心，所以对上师的恭敬虔诚是第三个。马吉拉尊说，这三个就是断法实修的精要。第的我最基本就是年内时下的，但多对操整因不中意就找呢。当然呢，我把他们就觉得呢，偏女时下的因不中意啊。所以第四个主题，实修断法的具体实修方法，我们已经简单的讲完了。再来，我们讲最后第五个主题，就是闻思修断法会有什么样子的功德利益？他真的是那么多了，大概是那么多都是他们这台湾买把哈高呢，去他这就嘛他没那么大个人把高的，三百人呢，200人呢样子，身边的乡都不给，被什叫不样抢的嘞。这个功德利益的一方面就是，当你晓得一切的念头都不是真实的，它是如梦似幻的，那么你就能够对他们处之泰然，不管你起了好的念头也好，不好的念头也好，你都能够非常惬意的看着他们。甚至他们这上班呢，经济公布就是呢，店呢，让个潘什么落的，然后就有的，让到甚至现就是他们这那的年内是头呀个，你把用个话，嘛都俺人嘛都落什么没当心些，没人呢年的，第一个没得，没见到个年的，从那是头嘛的。另外一个就是，由于你去培养对众生的悲心，你希望他离苦的这样子的悲心，所以自然的，久而久之，你心里面会产生一种要帮助他人的心态，最终会达到自他平等的这种心理。否则的话，我们不懂得去培养悲心，只是一味的想着凡事都要以我为主，以我为准，这样子当然不可能关怀别人。当俺做了6-7年个呢，你学着个那个说了6呢，拉着个哇，养的没事个的，养的啥了白修个，他在那里老能扛得拉着的。刚刚提到了生命的组合就是来自于身心的结合，当死了以后，身心相离了，我们的身体要么就火化，要么就土葬。总而言之呢，它就是被留下来的。身体计划还是9年做的哇，计划过嘛呢，大一样，大家协调几多来，毛我们计划几万来呢做的。虽然身体无论如何都要留下来，可是心它是会延续的，它会穿过前后世，从前世来到了今生，从今生它要来到下一世。年龄生的生了这次上步就话是特别严了，大计划当吃了汤接了偏头个哇，上步解决呢，他们常见就讲话 top 谁呀个，上步太头发的用不的。而透过佛法的实修，透过断法的修持，我们能够提升自己的心的品质，让自己的心的品质得以提升之后，我们的未来的生生世世自然就是越趋光明的，最终就能够走向解脱跟一切智的果位，这个就是它的功德利益。对，那么地中心呢，那么公安那么些，给我做吧，那个要不谁呀些个哪弄呢？搞切修的生命就话特别个，年龄谁呀的，这谁个人送呢？被搞切不生的送要的，地中心呢，其他做对象西个呀的被搞切不的。这就是为什么过去的祖辈大德们，他们不管做任何的善法，从事任何的行为，都会把握住一个中心思想，就是改造内心，改变内心。他们把改变内心当成是最终极的实修，也希望大家把这句话放在心里面，把它看得给予高度的重视。这爱学个小生样，就是你的小生样个，但是那把我不对小着重，这说对，达到我对手有个人呢，你毛不里写的不帮他我吃过的，人那样，俺说了对手对面个有个上张，
宁波省的修筑吧也，你就这点的，当然个白天的他小也。所以在这边跟大家连续讲了2个小时的课，我们是用一种浓缩精华的方式跟大家谈的，因为时间的限制的缘故，我们把这个必须光讲要讲好几天的东西，就只能在这2个小时当中稍微浓缩起来讲了。就是时间的限制所逼不得已的，那就在这边跟大家圆满的报告完毕了。